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咱2024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来启动政党的参协协商来谈合作。明仔载9点半，因特要面对面来参详。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讲，中共想要促成南北合作，干扰咱的总统大选，这目的就是要换一个亲中的政权。郭台铭是发声讲，大家唔通阁继续对答，应该共心为百姓。 大声发动选展现团结的气势，南北合政党协商前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侯友宜参加全国客家协欢会成立大会，抢攻客家票。明天是党对党，其实谈的重点比较是偏向于共有的一些政策啦、立委的选举啦，那总统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度？那最后的整个方法。 也许明天有时间会谈一些，但是有机会的话，我相信一定是侯市长跟我跟柯市长，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谈。那种协调换线好的，不会说一次就完成了。当然，我知道时间蛮紧迫的啊。主管30就要面对面协商，不过南北合甲怎么敲袂麻？朱立伦是讲对支持者为无耐心变作生气，感觉真失礼。民进党赖清德是用物件，譬如中共干涉台湾2024大选的野心。 如果你在问魔镜说最希望蓝白合的是谁？答案也一定是中国共产党，因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台湾扶持一个亲中的政权。60%民意希望看到蓝白合作，难道全国的60%民意都是中共同路人吗？那你老是抹红别人，然后用嘴巴。 做挑衅式的有意义吗？那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拼连署最后阶段，真一敢无公开行程，29伫板桥朱会宫参加祈福活动。妈祖希望带给台湾和平，台湾人民不要战争，要和平。郭台铭除了祈求两岸和平，也个团结面对经济困境，互少年人敢生敢饲，也毋望政党毋通恶斗，大家一心为百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